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今日来研究客家实验，白话语文研究嘅第60，主题係大學大不好，小學小不好，咁樣戲劇篇，課文21對照錄音，第51篇，一個今日嘅錄音呢，提供俾各位鄉親大家嚟去研究。今日嘅那個戲劇由文章篇改成那個戲劇篇。戲劇篇呢有2個人嘅，有3個人呢，有幾多人嘅嚇。今日嘅只有2個人對話式嘅一種嘅戲劇，等於關於講係呢相聲一種嘅方式嚟到編嘅劇啊嚇。那個戲中人就個廖同學。同池相池嘅池同學2個人嚟對話啊，旁白廖同學係拉出美濃嘅廖同學同池同學，當時就係1968年嘅時間，廖池同學2人在成功大學嘅太陽樹下談論社會流傳大學大不好，小學小不好嘅話題。咁樣廖同學呢係成功大學嘅大學生，除咗課業以外呢，佢後都有關於家鄉嘅文化報道。下課時間，哪論一份一個雜誌看就係看咯，看就看咯，最少未看。池同學就問我：廖同學，唔看乜嘅書啊？看到安專心嘛？佢廖同學都講：愛看美濃一共3雜誌，美濃一共3雜誌。池同學講啊：讓看啦，唔歡喜咯，看啦唔歡喜咯。廖同學就講：豈有此理！乜嘅大學大不好，小學小不好。對讀書人有相當大嘅衝擊同考試。池同學講啊，莫眼見啊！也計劃在1960年以前，美濃地方實流行啊。廖同學就講啊，但對讀書人嚟講，實在係唔妥當，冇合適啦。池同學就講啊，美濃之前做乜嘅會流行？了解大學大不好，小學小不好，唔係了解其中嘅故事啊，就會了解一個事情。廖同學乜嘅故事講俾我聽。池同學都講有一個名喊到阿芳嘅後生嘅，係拉在美濃最偏僻嘅地方，喊這是家境窮苦，伊個阿爸辛苦做事存錢，叫本佢讀書。廖同學就講：我以前有家有咩窮苦，食飯時食邋遢。池同學講啊，好彩阿芳10年長大以後，按好彩比考上大學。廖同學就講啊，運氣好啊，運氣好哩。池同學就講啊，畢業以後要按改時，比順利考入中央機關服務，同時又討到副崗兩公婆生活也係好喎。廖同學講啊，真係福氣改好，相當好。池同學又講，大學畢業。成家立業以後，有日伊個阿爸當歡喜，蘇款人用南洋金保護嘅，專程坐火車來到台北來看伊個奶嘅。你哋聽我就講啊，轉到係捱伊奶嘅，按有出息，捱咩會半夜去看牙奶嘅。佢好好嘅來本新來所嘅心橋啊，來招待一下。池同學就講啊，唔想好好嘅來享受，
做新家官呢，知米嘛。了同学就讲，当然咯，当然啦。其同学就讲啊，家五秋昂叫上食，煮担干肉。了同学就讲，係乜嘅意思？爺來嘅爺來嘅阿房也冇想到佢嘅阿爸會來。了同學講啊，一天看到阿爸鬼痛，佢高興嘛，個其同學就講 no， 講英文 no 冇啊啦。當佢嘅阿爸一談業務，話都問情講。伊個來誒，就面出高度，你要同我講啊，讓我按數，讓我按呢，其同我講啊，阿房就用河洛話問家爸講，你愛會來創啥？你會來創啥？安尼話，愛來做乜嘅呢？做乜嘅呢？你要同學就講，家。安尼muốn家爸喎，係啊，爸總就通過去哦。佢同我講啊，家爸老到唐長，滿意講乜嘅，條到講乜嘅。你有同我講啊，佢來係唔咩上，好彩家爸嘅耳公聾聾，談話唔清楚。佢同我講哦，電腦太長講，我太長嚟講，我嚟做乜嘅？愛嚟創啥？冇嚟創啥？也個阿爸談嘅，冇嚟創啥？也句話好多話，閃聽我嘅大刀嘛往下。你要同我講啊，係我會見到失身份喺度。佢同我阿叫我咯，是佢嘅阿爸希望咩話，反頭可能保護嘅，就歸老屋家去。了同學就講，真係不好子啊！佢同學又講，阿爸老屋家，阿爸歸老屋家以後，足足上嘅3日，同時見隨心肝，見馬做乜嘅，威脅到這種肢體，好，再看第二出澎湃。其同學講本了同學談以後，一個談天的故事。了同學講啊，個人這種故事咯，做那嘢太不好，實在不應該。其同學講啊，再講天嘅故事，當時係在都市鬧熱的那個家嘅行，有一個梁子呀，了同學，又係父子一個梁子，又係父子關係哦。其同學講，原來嘅喊做阿父，做阿爸嘅靠飼養茶賺錢，叫佢讀書墮胎。了同我就講，做父母嘅全係望子成龍，望成鳳。其同我講啊，阿父聰明又很上進，按嗰時讀書打頭名。了同我就講，安強哦，其同我就講，一直讀到大學。並去美國留學，得到博士學位，同時又在美國簽到好條路，又投為美國妹做家位。了同我就講啊，一個該恭喜哦。其同我就講啊，阿父嘅阿爸要按你來歡喜嘅幾行人。了同我就講啊，也係哦，表示咧也有出息啦。其同我講啊，準備去解一行，
伊个阿爸准备去行一方，也迄林沙隔壁，喷呢有一道诶结果讲啊，外来诶去美国留学得到博士安尼。了同学就讲，迄个为讲存几多钱几来事啊，就毋是再来使用茶辛苦诶。其同学就讲，阿父家爸还讲，都是个牛茶做得破来少货位啊，也来考到得到博士，有差唔多好头路的。了同学讲啊，安尼就出头天呢，出头天呢。其同学讲啊，但是了同学讲啊，但是嘛样板咯。一个其同学讲啊，时间过去论10年，那也不但冇归来，连信息也冇看到，冇寄归来。了同学伊讲啊，有样板咯，有样个咯。一个其同学讲啊，可怜呢阿爸老阿爸，好彩冇将牛茶破来烧火。了同学讲啊，咁么毋伫靠物价来生活嚟哦。其同学讲啊，一个老阿爸，面到了下，想到以前所喷的结果，全部包青青，伤心莫测，珠泪压在心头里。了同学讲安慰在哦。其同学讲啊，有一日突然间，面容有口送信呢，也有才啊，送了一封信呢来，有才当恭喜讲啊，原来嘅对美国寄归来嘅信呢哦，一封信呢，了同学讲，就讲啊，也把这个失望之中得到有希望，心底里想。係幾好消息歸來㗎嘛？其同學就講，老百姓呢接過來一看啊，嘅有來獲天使人去考察一級美國乜嘢等等相片。了同學講啊，咁係嘅嚟嘅，嘅老伯呢？其同學講啊，嘅老伯睇上咩看相片？原來嘅阿父冇唔錯，唔過新嚟嘅事，老伯唔識講啊，依個啊，捱唔識，也唔識捱，看那去一行一行，用數名話去又係平平，捱唔識事啊！了同學講啊，唔識事樣嘅實呐，呀哈，其同學。搶有才，托幫蘿蔔糖。信中講啊，伊在美國生活改好，家位也妥位，來獲天使人去考察等等都係齊全都有。像阿爸唔是受理，在美國生活水準高，暫時無錢寄過去，再等幾年以後。有錢呢，難寄過去。了同學講，也個來嘅根本就是大批按叫心嘛。其同學講啊，係啊，等了10多年呢。了同學講啊，我等到那久咯。其同學講啊，老爸搶油菜漲費，先呢退費，也來嘅在美國。有考察，也把在屋卡自費用茶。了同學就講，唉，可憐。好，請來看第3出戲。第3出戲，旁白了同學唐其同學講完聽呢個故事以後，殺落去以後再加講哦。其同學第3個故事。了同學講啊，第3個乜嘅故事咯？
唔向佢講飯嘅湯。哦，一個市同學講啊，阿雄出世在大家庭，從細到大都係窮苦人家，富貴命。了同講乜嘅意思呢？也係乜嘅意思呢？窮苦人家，富貴命咯。市同學講啊，阿雄在大家庭中，同阿叔阿伯窮下生活。了同學講啊，阿叔阿伯照顧幾好命哦，幾好命哦。市同學講啊，當佢考上大學時，伊個阿叔阿伯高興萬分，萬分高興哦。了同學食到游泳哦，考去到大學。市同學講啊，當時阿叔阿伯腳趾公都唔怕跌落，僅僅去買一掛為自跑位來打。了同學講，當日慶祝家中出有大學生。市同學講啊，兩位大學生阿雄在讀大學期間，填補係阿叔阿伯嘅期待與辛苦。了同學講啊，可能係認真專心來讀書啦。市同學講啊，乃係頂上交女朋友，耗費嘅不少金錢。伊個阿叔阿伯也頂上講起，後果咯，結果面唔是安詳。大學生呢，明日後上後下，唔係辦法，要好好嘅來去讀書。大學畢業以後，唔是講偷摸家嘅。了同我就講，自己阿爸阿叔講嘅條話，我幾好啊。市同我講啊，但係幾後果咯，對阿叔阿伯嘅話，種下全部聽唔入耳。了同我又講，阿叔阿伯係唔係鬼無奈？市同我講啊，4年大學畢業，歸來時啊，隨身有帶嘅，帶論一位愛妻嘅某嘢歸來。了同我就講，阿雄也愛莫講一下。市同學就講，伊個阿爸阿妹阿叔阿伯等等一看那多，都欠那半條命。乜了同我講啊，乜嘅原因咯，讓我欠咯。市同我講，這什麼嘢身份不明不白，但係嘅阿雄沙太上講啊，太空時代自由戀愛，請大家莫來干涉。所以伊個仆家人只好果不其將手同伊辦結婚。了同我講啊，男太當婚，女太當嫁。市同學講啊，結婚以後不但冇雜誌，10萬求上進，顛倒要求先出婚終身財產。了同學，結婚想搬出去係幹嘛？市同學講啊，家阿爸阿妹阿叔阿伯等等都唔想搬家，一聽到先來處分壯志財產，錢啊人族見殺火神呢。了同我就講，大鑊唔停滾，小鑊泡泡滾。市同學就講，裝逼唔想搬家，孫呢畢業上來搬家。怪唔得裝逼錢啊人族見殺火神呢。後來即看到天師出批澎湃，市同學繼續講天師嘅不好嘅故事。了同學講啊，天師故事有樣版講咯，
其中我讲啊，掠过西来的阿人，伊家个穷苦，又爷妹辛苦学太，又叫伊读大学。了同讲啊，一般穷苦人嘅小学嘅个人真读书哦。其中讲啊，大学毕业以后，在台北公家机关做太经理。了同讲有样哦，有样，头路安尼个好。其中我都又讲，平常所接触嘅人啊，都系高贵有身份嘅人物，所以阿人呢抬头就出去了，出行去了。了同我讲，哦，安尼就是抬头都出行去了。其中我讲啊，爷们为了做太经理来嘅讲用，调工来台北乡下吃。了同我讲啊，同阿妹乡下吃，互相照顾，该好哇，该好哇。其中我讲，同来嘅整理家事一起掌握爷妹啊。了同我讲啊，有阿妹乡下吃，迄求之不得啦，哦，求之不得啦，安好啊。其中我讲啊，有一摆拄好有人突然间来拜访，爷妹也作家个起头，为客家庄副院长来请茶款待人客。了同我讲啊，客家人佢好客嘅一个习惯。其中我讲啊，列位人客唔是看过请茶款待人客嘅恶生，就爷妹啊。小礼貌式咧，每次讲啊，头到请茶款待人客嘅係慢人咯。了同我讲啊，要介紹爺妹冇。其中我講啊，冇介紹爺妹。了同學就講，明明係爺妹，又唔講唔咩咯。其中我講阿言，強怕大妹多身份，就用華語講，也來就用華語講，那是先前來的傭人。也了同我講啊，也未咁談嘅事，其中我講啊，讓我談唔實，點心肚裏萬般無奈，天爺打造保護嘅一款就歸老屋卡。了同我講啊，有款有一個太不好嘅哦。如果係有一個太不好嘅哦，其中我講，以上4則報道啊，係發生喺1962年以前。1962年以前，美濃地方社會公眾議論流傳嘅議題。了同我講啊，怪唔得唔講美濃地方是流傳太好太不好，少不好，澎湃。美濃地方嘅太學生。後來國土積極向上，講求好多，做子先建孝順爺娘，後建田，打造嘅美濃保士鎮同愛鄉等等公用嘅客家莊，以上就係太學太不好，少學不好，戲劇嘅本文。變成戲劇，同時一個戲劇之中用對話式的講話啊，就等於相當於國語嘅對那個相聲啊，好一個那是頭多所通嘅，有所不了解請大家看本文詩人注解啊，用漢語拼音，因為客家嘅詩。有意無音，所以注音。用注音來做拼一個客家音，安尼嗬。美國詩是有音無詩啊，嘅是中文
同外文无相同嘅素材安尼吼，所以一个提倡好托，能够使社会来一个正常有好好嘅发展。像在1994年2002年嘅时间，一个是安福教学院嘅院长是传校，伊设立提倡一个好托，一个总务长啊，一个实验会，按个院长，一个是传校，吼，也还冇错嘅吼，各位乡亲大家可以看得，客家话，认识客家话，是会本大家来共同发扬客家语同文嘅文化，尤其客家片顶上有一个朗读比赛啦、口述艺术啦、一个作文比赛啦、客家语嘅比赛，但是嘅其中呢，联吟诗拖起来，就白话文一定会用到联吟诗，联吟诗一个那个平常话就也就会讲本土语言安尼哈，所以以上是问大家感谢你，再见。是問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